大家好，我係潮汕仔老鄭，冇套路冇暴利嘅，本身咧係想住上一期係今年嘅最後一期視頻，跟住我上一條視頻咧啲手錶講嘅唔係幾清楚，同埋就起碼有幾廿個人加我，亦都係個別人已經買咗啦，跟住我要呢個咧，呢期我要詳細講下呢隻手錶嘅所有嘅功能。同埋佢有咩用，有咩值得大家買嘅，同埋有咩缺點，我都呢期詳細咁講俾大家知。同埋老鄭係一個非常尊老愛幼嘅，係嘛？有一句話點講啊？百善孝為先，係嘛？論心咧不論跡，論跡咧天下就冇孝仔嘅，係嘛？萬惡淫為首，論績不論心，論心嘅話，天下就冇完人嚇。老鄭咧就中意睇啲小説，跟住好多經典名言都會記翻得少少。呢句話都係我自己中意嘅。我點解咁中意老人咧？可能我自己有啲遺憾啩，因為老鄭10零20歲嗰陣時，父母都已經唔喺度啦。咁有咗能力之後，想孝順下父母都係冇嘅，冇機會嘅。咁如果你哋依家仲有呢個機會，梗係要多啲孝順下老人啦，因為子若養而親不待，呢個係我一個遺憾嚟嘅。好，我哋廢話唔多講下，我就今期就幫大家介紹上一期延續嗰隻羅傑夫嘅手錶嚇。我哋開下箱。同你講有乜嘢啊？呢隻係4G 版本嘅，即係 VP21同埋有一隻係 VP20，即係佢係藍牙版本。咁我點解要推呢隻4G 版本嘅咧？因為藍牙版本咧，佢所有嘅功能4G 版本全有。咁4G 版本有嘅功能咧，藍牙版本咧就冇。咁佢哋嘅差價係200蚊，咁你都買千幾蚊呢隻啦，係嘛？梗係要買。4G 噶啦，咁4G 佢係點咧？我有啲係記唔住，不過我等陣會全部同你哋講噶啦。佢有血壓我自己唔使睇佢係動態嘅血壓。咁你 APP 設置咗計劃之後，佢隔幾日頭隔離幾耐時間，佢都會提醒你可以量血壓啦。跟住晚黑咧仲會自己幫你測完你瞓覺嗰陣時，都會記錄你幾時瞓着啊，瞓得好唔好啊？咩呢啲係基礎嘅功能。咁血壓佢可以傳200組同步喺手機度嘅。咁4G 咧，佢插咗卡之後，你可以用。依家係目前係知道馬來西亞同埋菲律賓啊，我哋國內中國聯通、移動、電信全部呢啲卡都可以嘅。咁如果香港、台灣、澳門嗰啲咧，如果你哋都想要呢個4G 通話嘅功能，4G 功能，仲可以係建議你哋有嘅，你可以喺國內買翻一張卡，跟住插翻上去，翻嗰邊開漫遊就好啦。一個月都係幾廿蚊，係嘛？咁就佢哋呢個4G 嘅所有嘅信息都會同步，有信號嘅話，佢會同步到你手機個 AC 入邊，係嘛？咁如果藍牙嘅話，你部手機同呢隻手錶距離超過遠嘅話，佢就唔會同步啦。佢仲可以推信息，即係比如你 WhatsApp 啊、Facebook 啊，仲係全部嘅信息，只要你打開個消息提醒，佢全部都可以收到嘅。因為無論係國外國內都可以，佢入邊有繁體字啊，有英文，有中文咁智能語音佢係只支持普通話嘅咁。你哋關心嘅係佢嘅續航係點？如果佢插埋卡嘅話，你1至2日你肯定要幫佢充電嘅。如果唔插埋卡嘅話，即係入邊有一個呢度打開啊嘛，係呢個4G 你關咗佢，咁關咗佢嘅話，佢嘅續航可以到差唔多成個禮拜。咁待機嘅時間，即係話你唔用，因為你要攬住佢成日幫你連血壓，咁用電量係非常之誇張嘅嚇。同埋有條氣囊啊嘛。如果待機時間佢係一個月，咁你成日用，
一個3、4日幫佢充一次電好正常。如果開咗4G 信號，咁就要1、2日就要幫佢充噶啦。咁佢呢個 SOS 即係緊急呼叫，佢可以添加咧3個聯繫人。你即係如果你同埋佢個 ACE，你可以其他親人你去關注到佢。比如話你老豆戴住呢隻手錶啊嘛，佢成日練嘅血壓，咁佢係你嘅關注人，咁你下載呢個 ACE，你可以同步睇到呢隻手錶嘅主人依家咩情況，嗰啲血壓同埋有咩情況，你都可以及時聯繫到佢，或者去睇到佢而家嘅身體狀況。咁如果佢有咩問題嘅話，佢呢隻手錶佢會推送嗰啲信息，你關注到佢啊嘛，佢都會同步係推送俾你嘅。咁我哋身為子女，咁好易睇到你阿爸阿媽係依家咩情況如果有啲異常，你可以直接揾翻佢，打電話俾佢你而家咩心情唔好啊，定係咩？咁可以隨時揾到，係嘛？咁佢如果有咩事嘅話，有3個，佢呢個有個有呢個咩 SOS 呢個佢呢個可以加3個聯繫人，即係如果佢1個聯繫人打唔通電話嘅話，佢會連續撥下一個，撥第3個，佢會連續打到通為止。所以你唔使擔心話你有咩事咧就聯繫唔到人。咁我點解要推薦4G 唔係要藍牙咧？因為如果你部手機可能離得遠咗，係嘛？咁佢打唔出去啊，咁點算啊？咁肯定係要4G 噶啦。我哋老人啲仔女遠喺四方啊嘛，可能好遠噶，真係噶。咁肯定要翻4G 係比較有保障嘅咁佢仲有食藥嘅提醒係嘛？添加鬧鐘幾時叫你食藥幾時叫你飲水天氣，同埋呢個係藍牙撥號，即係如果你買咗4G，你唔想要冇嗰啲卡嘅話，你用翻藍牙嗰啲全部都有嘅，係嘛？仲有4G 嘅版本咧就比藍牙版本就多咗幾多嘅功能，同埋心率新版本咧就呢隻4G 版本佢就有記錄嘅，藍牙版本係唔好嘅，明白未？所以我肯定要推薦你哋買翻呢隻數據傳輸。如果覺得你啲功能唔夠，其實舊嘅藍牙版本都夠啦，咁你都可以買翻呢隻。佢哋兩個嘅差價咧就係200蚊。咁如果你心痛之200蚊咧，就買翻呢一隻藍牙版本。咁仲有我唔記得有咩唔好講啦。咁好啦，呢隻就係佢嘅包裝盒嚟噶呢隻係藍牙版本，我手上呢隻係4G 嘅。咁佢入邊咧有一條測量嘅帶同埋有配一支螺絲刀，同埋有一條充電帶。呢條帶即係佢呢度有個number，你唔知要調到幾多，你帶翻上去，跟住佢呢度後邊又係有 number 嘅。比如話我呢隻手帶翻上去係到8啊嘛，我隻手比較細，係嘛？你要緊啲但係呢個係中間呢度呢度兩指呢個寬度啱好呢個骨下邊呢度你基本手錶係戴喺呢度，你最測量到最啱嗰陣時咧，就一直就測量咁呢個位置就戴翻呢個位置就好似我呢個到8啊嘛。咁我呢部咧就呢度佢有 number 嘅，呢度有1、2、3、4、5、6、7、8，你都係要到。我係最建議你咧就提高到9，咁就戴翻呢度，提翻到9之後咧就戴翻呢度。咁我等陣會俾個二維碼你哋掃嘅，嗰邊係更多嘅詳細信息，佢教你點用呢啲功能嘅。咁有啲嘢，仲有一個電子圍欄嘅功能我先講呢個跟住提醒我講嗰個電子圍欄功能。佢咧就如果你測試係嘛驗血壓嗰陣時咧，你要隻手放直，全身放鬆，跟住坐度，兩隻腳咧又唔好可以冇咁樣你一定要坐住平嘅地方，就咁樣坐住。咁呢隻錶咧同你個心臟咧係要齊平嘅。咁呢隻手放鬆，咁呢度撳住測量，
血壓。嗱，呢度係平住嘅，咁你冇講嘢啊。我而家戴好就唔會咁噶啦，就你個姿勢要啱啊，咁全身放鬆就可以啦，兩隻腳就冇撐住，咁都唔好講嘢啊。50秒鐘你都就可以測量到啦。咁晚黑瞓覺嗰陣時，你都唔使啦，佢會1個鐘幫你測量一次。咁如果你定咗計劃咧，佢就會提醒你2個鐘或者幾時測量一次。咁其他嘅運動啊咩都好，咁佢有個維能嘅功能，維能嘅功能係點嘅咧？即係呢個又講過嗱，就係要4G嘅，因為呢個維能嘅功能，你諗下，老人有啲年紀比較高啦，咁你有啲人係叫咩健忘症，已經你驚佢走翻出去嘛？你去呢個維能咧，就係佢帶住呢隻手錶，你定位嗰棟樓或者呢個小區呢度，佢如果安全喺呢個小區度活動冇行出去，咁係 OK 嘅。如果佢行咗出去，出咗呢個電子圍欄呢個範圍咧，佢就會同你報警啦。你就會手機就會收到信息，你屋企老人行出呢個範圍啦，去到邊你都可以喺 A 市入邊睇到嘅。咁佢心臟啊，你血壓啊，或者有咩問題，你都可以及時收到，係嘛？佢加到3個緊急聯繫人，你哋都隨時可以睇到，關注到老人家身體啲情況，係嘛？呢個係非常之有用嘅。好，之前呢啲其實就唔多講啦。咁就我呢啲價錢咧，就你哋知㗎啦。有人問我知啦。咁你哋仲有其他有咩問題嘅？嚟嗱，記住呢個 number， 記住呢個 QR code 啊，你哋掃描。你哋掃描咗之後咧，就入邊有啲功能嘅，你哋後再睇翻點用啊。之前有2個買咗嘅，你哋睇翻啊，睇翻呢啲點用嘅，好嘛？咁呢隻手錶就過噶啦，其實都係買翻即係黑色，同埋佢有方形嘅藍牙版、4G 版。藍牙版其實你哋直接忽略過，畢竟咧就係買新不買舊啊嘛，都係新嘅，梗係買隻新版本噶啦。4G 版本同藍牙版本有嘅 4G 全部有，跟住 4G 版本有嘅功能，藍牙版本冇，就多到200蚊，好多功能都會更加好嘅。我係建議你哋買呢隻新版本嘅 4G， 無論你喺美國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啊，全世界你就保留呢個功能，佢即刻以後就會更新呢個功能，或者插其他咩卡都可以噶啦。佢公司已經係做緊嘅事，因為佢嘅目標係推進全世界啊嘛，好快你哋買呢隻版本，後邊都唔會淘汰嘅，後邊都可以插其他卡嘅，或者開放咗其他嘅電信啲功能啊嘛，其他嘅運營商嗰啲功能你就用到啦。咁依家喺國內嘅話，你就買翻中國國境嚟啲內存卡，跟住開翻個萬一個月平啲嘅都係幾廿蚊，就好似普通電話咁，都可以打電話有網絡係嘛，咁就。佢呢個緊急聯繫人，你就唔使擔心話聯繫唔到你哋啦，係嘛？如果手機，佢仲有個功能，即係有啲人就手機唔記得你隻手錶放喺邊啊，手機可以揾手錶，可以揾個手機，手機又可以揾隻手錶。咁係仲有一個你哋關心嘅防水問題啊，佢嘅防水問題係你只要冇去浸水同埋沖涼嗰陣時，因為沖涼有水蒸氣噶嘛，水蒸氣係嗰啲幾十萬嘅勞力士嗰啲潛水錶都頂唔順嘅，所以咧你哋沖熱水涼嗰陣時一定要攞下嚟。如果咁你入水佢又唔理嘅，咁你一般淋水啊、洗咩頭啊嗰啲即係小心咁，唔小心浸過水攞起身，其實佢都冇咩事嘅，即係我哋要防範啊嘛，畢竟佢係智能手錶嚟嘅。所以呢個嘢同埋後邊有條氣囊，呢度有個鎖螺絲嘅，係嘛？你鎖螺絲如果你鎖得唔係幾緊，同埋嗰個防水嘅嗰塊膠係嘛，有啲鬆弛咗就好易入水㗎啦。所以你哋做好呢個防護沖涼記得攞翻落嚟就可以㗎啦。咁1次2次可能佢都冇咩問題嘅，但係為咗呢隻手錶可以長期咁使用，你哋一定要注意呢個。OK。好，
呢隻手錶就咁過啦。我依家呢期講得好清楚啦，再加唔清楚嘅話就頭先我個 QR code 你哋掃到碼之後去睇下入邊咩功能啊。咁如果屋企老人有咗呢隻手錶，你哋仔女都可以隨時見到老人嘅身體狀況啊。就好似睇細路仔咁啊，因為老人就好似細路仔咁，其實係噶啦啊。好啦，呢個就過啦，跟住咧就係講翻我呢一隻老人輔聽嘅耳機。如果唔知道嘅話，可以睇翻我之前啲視頻，同埋如果快過年啦嘛，你哋2月13號之前如果需要買咩，一定要到呢個時間嚟揾老鄭，跟住我哋要放1個禮拜嘅假噶啊。呢隻耳機咧就佢哋公司已經申請咗醫療級嘅，即係呢部耳機可能明年就會成為醫療用品啦。咁成為醫療用品對我哋有咩影響咧？就係價錢就貴咗啦。依家就唔係依家網上嘅700蚊、800蚊噶啦，就係幾千蚊一副噶啦。所以如果屋企老人有需要嘅話，你可以睇翻我之前介紹啲細視頻，老人輔聽耳機佢有骨傳導嘅。多謝支持啊！咁睇翻之前啲視頻就可以噶啦。咁價錢都係俾到大家係400蚊嚟嘅，400蚊港幣啊。手錶嘅價錢咧就我唔可以講，你哋都係加翻我微信問我就可以噶啦。仲有好多新聞我唔想講，跟住俾大家睇一隻佢呢個呢個係叫咩？無線領夾擴音器啊！佢有條繩，跟住呢兩個係磁吸嘅，佢呢兩個咪咧就喺後邊噶啦，頂住攞起身佢就開機啦啊！佢而家開機啦，咁佢自己匹配嘅，呢度係個磁吸嘅，夾喺邊度？隨便夾啦，夾喺我呢度就係開機，呢度開機就可以噶啦。我睇下開機未？我呢度未開機。直接撳開，關機、開機、匹配。冇電啦咩？喂，算啦，呢隻唔緊要，呢隻唔緊要就唔講啦。呢個就係個領夾咪，領夾嘅擴音器，有4隻顏色，幾好玩。我唔記得，唔嘥晒大家時間啦。呢隻價錢就係得閒可以嚟試，需要嘅話可以嚟試。呢隻俾大家嘅價錢係150蚊港幣啊，就係一個擴音器，就有2支咪插喺度，一開機佢自動連嘅。好難冇電啦，咁就呢期就到呢度啦。希望大家睇到我啲視頻咧，多啲幫我轉發，俾更多嘅人知道老鄭有呢啲可以幫到老人嘅產品，同埋有好多新品。需要藍牙耳機啊、音響啊，我啲鎮店品牌呢兩隻不見不散啊，賣得非常之好嘅。咁如果你哋買咗我啲產品嘅，同埋我啲 fans 啊，唔該你哋幫我點下讚，點下轉發俾更多嘅朋友知道，同埋下邊評論區幫我講下啲使用後嘅感想俾人哋知道你哋買咗老鄭啲嘢係唔係真係咁平靚正。OK，呢期就咁啦，多謝大家啦，食完啦，拜拜，下期見。